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高兴我们周日一起聚集在神的教会里面。现在邀请大家，我们一同从位置上站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再次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有耶稣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我们将掌声和荣耀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
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宁静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主，谢谢你进入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我们也定睛在你的荣美，深知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耶稣，我们渴望更多的爱你。主，谢谢你，你的爱如此的长阔高深。主，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是何等的渴慕，要来亲近你。主，谢谢你陪伴我们走过许多无助的时候。主，陪伴我们走过许多看不清前方路的时候。主，你一路引导保守。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献上我们真实的感谢与敬拜。主，你的爱丰富了我们的生命，主，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成为神的儿女。主，每当我们思想你的爱如此的坚定，如此温柔，如此奇妙，就恳求圣灵柔软我们的心，重新用你的眼光来思考生命中的高山低谷。主啊，特别在农历的7月份，恳求你的平安充满在这地，除去一切的恐惧，胜过黑暗的势力。祝福我们的邻居，祝福各个公司行号，祝福各地渴慕平安的人们，在你的恩典中得着平安，得着自由。祝福身心灵疲惫欠安的人们，得着恢复，得着医治。求你安慰哀伤痛苦的人们，赐下盼望与力量。求主眷顾台湾这块土地，在8月份有许多的天候变化，有台风，有豪雨，有地震等等。恳求你怜悯百姓们的安全，使这些灾害的威胁能降到最低，也保守教育馆的兴建能顺利进行。主啊，我们也要为着邻近的香港来祷告，求主顾念这地的人民，保守他们的安全，也赐下智慧与爱心给当地的官员，使香港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园。主啊，在这纷乱的世界中，充满各样的讯息，时常牵动着我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时常留心聆听你的声音，也在你的里面得着安息。
求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更愿意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你。最后，我们要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我邀请你站起来或举起你的手，让我们能够欢迎你，让教会更多的认识你。好，那我这边有3位，都是台神的学生，一位是杨念祖，可以起立让我们欢迎你吗？好，另一位是陈心怡，欢迎你，以及邱仲维，欢迎你，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不知道还有其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朋友吗？好，那没有的话，我们要一起来看本周的报告事项，共同关心教会的大小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今天是教会与社会奉献主日。今天下午1点，爱家团契在右兴2楼举行圣经讲座。上周主日，少年团契选出新任会长、副会长，将于9月1日升级礼拜中就任。8月12到18号，韩国文化宣教体验营共18位同工前往，今日返抵台北。感谢士林国中于主日上午提供停车位给本会参加礼拜服事的兄姐，因为校方必须保留部分车位自行使用，因此请前往停车的兄姐务必听从警卫的指挥。周3查经班定于8月28日开课，欢迎兄姐参加。2019与京剧有约进入第3季，邀请兄姐踊跃参与。8月19到24日，郑以文传道休假。宣教事工部于9月7日上午9点，将与杨恩老师一起游淡水，探寻马街角踪，欢迎兄姐报名参加。男子汉成长班将于8月28到30日至宜兰南澳举办野溪露营，名额有限，欲报名者请洽圣维传道。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陈龙胜弟兄于8月15安息主怀，享受86岁。将于8月31日举行告别礼拜，今日下午5点在礼拜堂举行安慰家族礼拜，求上帝安慰遗族。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补充报告一下，陈龙胜弟兄的告别礼拜，如果要搭车的兄姐，请到招待桌去做登记。接着我们一起攻读圣经。今天的经文有2处，第一处记载在创世纪41章25节，在圣经和合本修订版的旧约第59页，在创世纪41章25节，圣经旧约第59页。创世纪41章25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是同一个，神已把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第二处记载在罗马书8章24到27节，在圣经和修本新约第236页。罗马书8章24到27节，在圣经新约的第236页。
24节，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谁还去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25节，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耐心等候。26节，同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27节，那鉴察人心的知道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接下来我们要把今天的金句念2遍，在周报的第1页。好，请起。罗马书8章27节，那鉴察人心的知道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罗马书8章27节，那鉴察人心的知道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讲到今天牧师要讲的题目是上帝已经指示，请徐牧师。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中间，而且是整个的，我们看到周遭世界的局势真的是变幻多端哈。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一起敬拜，一起安静在他面前，这是我们特别的感谢。刚刚在事工报告的中间有提到，今天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定的教会与社会事工的奉献主日，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有个奉献带，它主要是跟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社会服务不是单一的教会做得到，我们可以做社区的服务。我们将来教育馆以后盖起来1楼，它会尽量期待有一个比较开放性的。我们可以做课后陪读，让小朋友4点下课以后不去安亲班的，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写功课或晚上的自习。但是有很多它有结构性或整体性比较广领域的。不是单一教会可以去一起参与，那就要集合比较多的教会。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我们用8月第3个礼拜特别提到是教会与社会，就表示教会跟社会应该有很密切的互动跟关怀。这其实也是每个教会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教会绝对不是让基督徒受洗了以后等着上天堂。那要等嘛等太久了，等会赴袂对不？会等偌久才上天堂。上帝的恩典绝对不是说让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在基督里，然后领受洗礼，我等着有一天上天堂。不是等那一天，是在今天我如何回应？好，今天如何享受上帝国在我们中间？耶稣的学生问主耶稣说：“上帝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啊？天国什么时候降临啊？”主耶稣说：“天国，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在我的生命里面。刚刚我们的赞美，我们祈求主耶稣活在我里面。我现在活着是让耶稣的生命活出来。耶稣说：上帝的国在你们中间，在你们彼此相爱的中间。所以，上帝国不是我受洗以后等着死了然后上天堂，不是。上帝国已经在我们中间。”那如果这样的话，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生命有许许多多的挑战、重担、学习之中，我们要看到整体的连结。我们有个姐妹，她最近几年也发现了 Parkinson， 已经80岁了，发现 Parkinson， 很难体会。很多弟兄姐妹很关心你哪不爱来啊？安怎吼？Parkinson 的人很不喜欢出门，因为不好看那个动作。我的妈妈 Parkinson 30几年，我深刻可以体会到，巴金森氏的人，他如何会越来越缩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个人的重担。但是呢，我们经历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上帝的大能，所要让我们去看到。你的方向，你要走的路，这是个人的功课。我上次提到了，不要以为站在台上的许承道好像一无牵挂我牵挂才多了哟，对不对？想你多，单单我的身材比不上这些比较壮硕的那男子汉当一段时间我就主毕业每个人
都有我们生命的功课跟重担，或者上帝给你一个意向，给你一个理想，你一直想要去完成它，这是每个人的功课。你想到你的孙子如何栽培他愿意上主日学，不是儿子哦，现在是考虑到孙子了。有一些人如何让你的孙子能够愿意上幼幼班、上主日学，这都是我们在纪念、在想的。但是呢，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借着教会，我们能够参与在整体。这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特别定了教会与社会的主日一起关心，所以你会在做那个奉献带看到几点，我们特别在关心的，不管是环境，不管是社会的公益和平，或不管是台湾的前途，这个是跟我们个人生命息息相关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跟我们有关系，都会有。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说香港这2个月来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不会这么想。我们也在祷告中求天父上帝怜悯，所有的掌权的人都知道他的权柄是来自上帝。所有掌权有位阶的，他要知道，那不是天公伯啊，永稳吼，你哪有宰掉这几个位啊？偏偏我们常说，换了一个位置以后，就换了一个脑袋。当我们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很谦卑，跟上帝寻求；但是当我们开始有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开始的思考不同了。你开始想到你的使命感越来越强，有时候使命感强到一种程度，忘了我这个权柄，我这个能力，我这个位置是来自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是来自他，我就应该寻求他的心意。否则的话，台湾人不是说吗？人若无照天意，天就无照教己。人如果没有照着天理，照着天父上帝的心意去做的话，你就会发现整个的世界的运转就没有依照原本有的规律，尬计甲子，就是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整个地球应该有的一个规律。所以我们也特别关心，事实上世界上每个时刻、每一天，不只是像香港这样的一个动荡，我们知道单单是乌干达，我们就关心那么多的时刻。我们也知道在南美有很多的经济所引发出来的难民潮，在非洲，在伊拉克等等四周围，几年前我们现在都忘了 ISIS 了。这样的一个混乱中，我们求主特别帮助我们，也知道如何祷告，然后有行动，一起为香港，不管是在机场、在百姓在街道，或是我们看到深圳已经有很多的装甲车都预备好了，这是需要上帝更大的一个开路。我们面对这样世界的局势，在我们台湾这个月份，我们还要经历一种烟雾弥漫的时刻。才几天前，你走在路上看到到处都在烧香，其实那个日子是我们家族最感恩的日子，7月半，古历7月15，因为那是我妈妈的生日。所以我们8个弟兄姐妹不管在哪，妈妈已经安息4、5年了，但是我们还是会用那天彼此联系，一起祷告，一起感谢上帝，让我们的妈妈从1922年到2004年带给我们这个家族极大的祝福。她就是我在说的得了巴金森氏37年一直到安息，从50几岁开始身体就不听使唤。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周遭环境，无论是你的公司3天前是不是需要拜拜，是不是有祭物，这个是一个大的挑战跟功课。下午爱家团契的加拉太书研读要讲到第2章，要讲到一个主题会跟这个有关，祭拜的物到底可不可以吃，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可不可以一起吃饭。加拉太书2章在提到这个，也会提到一个主题，为什么蔡英文总统2个月前会引用那句话？难道要先做犹太人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吗？他不是基督徒，他怎么引用这句话？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的话，下午1点要参加爱家团契他们的加拉太研读。在这个时刻，我们更需要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清楚的一个原则。我们感谢上帝，虽然说整个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挑战，但是他让我们在士林长老教会，我们仍然借着
许多宣教体验的功课，看到上帝奇妙的带领，无论是在茂林，或是在马来西亚新山圣光堂，我们彼此的宣教，或者是今天下午才会回来，从韩国水源市回来的这些少年团契的同工，我们都一起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事。这是水源市，这是新开发的新奇，有点像中立啊，像平镇啊，比较的城市，但是它已经开始有一些大楼出现。这个是他们今天将要回来在韩国教会的一个金老师，他也是做这种联系很重要的一个老师他会华文。这个教会在过去这2年，他们的小学6年级毕业生到台湾的铭传大学上3个礼拜的华文课，这叫做他们的毕业旅行。12岁的小6学生毕业旅行，就是过去这2届，就是来台湾铭传大学所开的这种短期华语课。这位金老师那另外那位是他们的音乐老师。去到那边，他们这个教会的学校从幼稚园小1、小2、小3一直到8年级，总共9个班，有100个学生，所以有的班是6、7个，有的班是12个，最多不超过15个，所以9个班有100个学生。每天早上9点到学校来，就是要先 QT， 就是先灵修，100个小朋友从小到大，幼稚园的5岁也在那个地方，13岁、14岁一起灵修成根，祷告完，所以我们这次去的12位少气也要跟人家一样经历这样的一个灵修成根，结束以后一起祷告。后面是他们学生100个然后结束了这个课程以后，他们开始有一个，我们12个同学，他们18个同学，大部分都是6年级、5年级、7年级这个跟我们一起有一个文化宣教的一个体验，就是这个礼拜他们特别课程就这30个同学了2930个同学一起在这个教室一样有一些分享，每一天还是有一个经文，你看得到那是在说到什么吗？他在提到说乐意奉献乐意奉献，就是在提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有缺乏了，那众教会特别是亚细亚的教会乐意奉献。我看这个内容，我想说连青年团契都觉得太深了，就他们12岁的小朋友一起做这样的一个课程灵修然后这30个同学，他们有一些在教室，礼拜2、礼拜3、礼拜5，一直到前天有这些的一个学习的功课有小组一起讨论。我不知道我们跟他们怎么通因为他们汉语会几句，我们的韩语不行不过你会看到我们的少奇跟他们还很认真的彼此在那边分享，还会有一些手作衬衫上面画图手作以后，我们也要有一些练习，因为在像礼拜3晚上的敬拜我们的这去的12个同学跟他们的18个少气一起在礼拜3晚上的礼拜中间有献诗赞美这样，在这样的一个分享中间，他们的副牧师来到这个场合都穿西装我想说这小朋友你一起不穿轻松一点，他们的牧师副牧出来都要穿这样。他们有餐厅，一个铁盘，左下方是饭，右边是汤，浅浅的一个圆汤。每一餐都会看到那个叫做年糕，左上方就年糕他们每一餐几乎每个中餐都会，他们也很喜欢吃年糕一点泡菜这样。我们知道这个礼拜他们还那么勇敢，竟然还带他们到首尔去这个城市是离首尔40公里，搭火车搭捷运，那在里面还知道我们的小朋友就会带他们玩牌了他们这个教会比较保守，小孩子不能玩牌，所以出去了这他们牧师不知道听得到吗？我们就带他们玩牌他们这个教会比较传统，也是长老教会，他们教会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喝酒就我们竟然有小朋友要买酒回来给爸爸妈妈我想说哇，后来才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的主任牧师然后在火车上就是这金老师会带这些，你看30个小朋友带到首尔去。当然我们的辅导我们在那边现在师母现在圣伟长老他们在那个地方之前有台历跟他们在一起。这个地方如果你去过首尔，你就知道是哪里了，对不对他们那条溪清溪，然后带他们这样30个小朋友这样去逛，我刚把你就好大那餐厅去一起吃饭，一起分享，然后让小朋友看到
首尔里面的一些定点，好像从中立、桃园来到台北的少年团契一样哈。这些无论是到马来西亚、到茂林，或是到韩国的，很重要。就像以弗所书3章预备来，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他的目的是要让上帝的丰盛充满在我们里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是什么？是丰盛的生命。我来是要给羊得的活命，是丰丰富富的活命。”所以，上帝原本定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的生命，你虽然面对很多的苦难挑战，看到很多的不明白，可是上帝是要让我们在这世界走一遭，去享受、领受他一切的丰盛。这个丰盛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爱，超过人的知识、眼光、人世间所能明白的。那不是你一个人，绝对不是我们受洗以后等着上天堂，是众圣徒。这个众圣徒包括2个部分，一个是又在现在超越台湾、超越士林长老教会的现代，这个众圣徒也超过历届已经过去的圣徒。这些历届的众圣徒，我们要一同明白基督那种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在这种服侍的过程里面，所有的服侍者，不管你是在布袋新温教会的福音队，还是我们在士林，我们在阳明高中，还记得吗？7月的时候在阳明高中的福音队，还是这几场的海外彼此的跨文化的互动，每个服侍者，你一定都要先去经历到上帝的大能。你会发现在很多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上帝的光照过来。有一个老师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破口，都有缺口，你不是完整的，我不是完整的，但是因为有那个缺口，光才照了进来。如果你以为你是完整的，你以为你已经完全了，那个真理的光就照不进来了，对不对？你就不会让外面的光进来啊。所以我们会先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在人的软弱有限破口中间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就像保罗所经历，主跟他说的：“有我的恩你就够了。”因为我的大能，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中显得完全，所以我们会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在这种服侍的过程中间，你会越来越经历上帝的心意，亲近上帝的心意。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是一种冒险之旅，每一天生命中间都充满这样的一个冒险。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最会做梦、最大冒险的人，就是约瑟。在圣经的创世纪，从37章到50章，把38章抽掉，总共13章，整个创世纪超过1/4都在写约瑟的故事。所以我们在这人世间奔跑，你要好好认识约瑟。但是你不要以为你认识了约瑟以后，他蒙福，他成为整个家族的祝福。我提过哦。以后他的名字就不见了，在12支派里面没有一个支派叫约瑟。可是上帝赐给他双倍，因为他2个儿子在12个支派里面，利未支派被抽出来做服侍者，以色列人来12个支派，没有一个支派叫约瑟支派。那么你就要去经历像约瑟那么亲近主，只有一句话。他经历的人生中间有一句话说：“耶和华上帝与他同在。”因为耶和华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的经历中间常常会看出上帝的指示，经历到上帝的指示，不只是在自己的梦、理想、感动中看到上帝的指示，连法老所做的梦，其他的人没办法解释。他说这2个梦是同一件事情。哪2个梦？就是7只瘦的羊把7只肥的羊把它们吞掉了，7个瘦的麦穗把7个肥的麦穗把它吞掉了，把它吃掉了。大家不了解这个可怕的梦是什么？他说上帝已经指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不是很盼望在你的生命中间，上帝让你知道当怎么行吗？
上帝已经指示了。事实上，上帝真的已经告诉我们，只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打开我们的心灵去接受它呢？因此，当我们说上帝已经指示的时候，我们在做上帝的旨意。从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他给我们4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已经确定的旨意，有人称为定旨。和合本修订版把它翻译成“他既按着上帝确定的旨意”。和合本比较文言，说他按着上帝的定旨。确定的定，旨意的旨，如果你看和合本，这是和修本，和修本就把它翻得比较完整，确定的旨意，也就是说，上帝的有一个旨意是永远不会变动的，包括借着耶稣基督让世人得到救恩，这是不会变动的。包括我们在下面看到了这但以理他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起来念红色的，来，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万军和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或问他你在做什么。这是确定的旨意，他已经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早就预备了，不是人背叛他，他才预备这，不是。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确定的旨意，我们要更深刻的去明白，因为他早就为我们预备这个叫确定的旨意，预先的预备，就像耶稣基督的救恩。另外一个部分，他在我们生命中间为我们预备道路，为我们预备那个应该走的水路。有一句原住民的话说：“河流知道回家的路。”所以你要让河流自己去走，你把它截弯曲直，有一天会出问题，有一天会出问题。河流知道回家的路。那人的生命知不知道向天父上帝去奔跑的路呢？知道。为什么？因为第二个上帝的旨意就是他的典章律例，他给我们的典章律例，有人说他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的旨意，叫令旨，命令的旨意。所以申命记26章16节这么说：来，耶和华你的上帝今日吩咐你遵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心遵守。诗篇这么说：来，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愿你至善的灵引我到平坦之地。其实他告诉我们呢，对不对？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些生命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还记得那时候国中，我们家刚开始有冰箱，所以回到家马上就把冰箱打开，就把那个好冰凉的水拿出来喝。我都还记得大我12岁的大哥，你想想看，我国中的时候他已经在上班了，跟我们说外面回来刚进来不要这样喝，你会把你的胃会弄坏。我就想说，那是你老啊吼，你这没法度，我这少年，哎呀，一个13岁再说一个25岁，说那是你老了，所以你不能够，我当然可以这样喝。12指肠溃疡就在那个时候种下了原因了哈，在国中的时候。其实，上帝没有给我们生命的律例典章吗？那不只是生命上的原则，在生活中间，当然并不是说受的人会像我有这些原因，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功课，上帝他都给我们的律例典章，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包括你的才能，包括你家庭的建立，包括你的事业，他会给我们至善的灵引导我们。所以上帝的旨意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确定的旨意，另外一个是他命令的旨意，第三个的旨意是什么？他允许甚至任凭你去做，但是他不是放纵。这个故事最有名的就是摩西跟法老王中间的一个对话。出埃及记4章21节，预备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去的时候，要留意将我交在你手中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他要任凭他的心刚硬，他必不放百姓走。这个看起来也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但不是他原本愿意的。可是他竟然让人有机会允许你，任凭你，但是不是放纵。
他并不是喜欢我们讲话酸来酸去，就像网络上酸言酸语一大堆。你想用卡达木须嘛，怎样天被熊给激引起啊？你对不？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最平常就是你也知道，你不要酸来酸去的。看到人家软弱，不要趁机又给他撒一把盐。可是人呢，常常就是这样。上帝知道我们那个软弱，他的心意不是这样，但是他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他允许或任凭有一些事情，他的旨意中间有一些允许，有一些任凭，不是他看那个是好事，不是他看法老心刚硬是好事，但是他知道生命，他给我们的自由意志要经过一些学习，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包括罗马书1章28节这么说：来，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扭曲的心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本来应该认识上帝的，也认识上帝了，我就软弱怠惰，我想起歪差你了啊！你不理他，你就理另外一边了，就做扭曲的事，自己只看，后来都觉得不太好。所以这个旨意在上帝的心意中，他允许，他任凭，但并不是他放纵。这是我们在说到的上帝的旨意第3个面向。第4个面向，我们在说上帝的旨意里面是他恩典救赎的旨意，他恩典救赎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说到创世纪有1/4强都在讲约瑟的故事，其实他不是在讲约瑟的故事，他最后是要讲这句话：50章20节，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高光景。如果还是在暑假，如果今天可以，你回去把创世纪37章，然后跳过38章，看到50章，你就可以了解，哇，原来在我生命中间有这种情况。我曾经做梦的时候被打脸，我曾经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被打枪，我曾经努力认真遵守真理，遵守长辈给我的规矩，可是竟然被卖掉。我为了人家服务解梦了，结果人家出去把我忘掉，2年我继续在监狱里面。他竟然，我为人家做那么多，竟然他们没有纪念我。可是，在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他们终于顿悟了这件事情。原来人的意思不好，但是呢，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这个就是一种救赎、挽回、恩典的旨意。所以你看一看，在你生命中间这4个向度的上帝旨意，有些事情你不要把它放错位置了。你就会常常怪上帝哈，这是我们要学习。我们在看到这么丰富的一个暑假，我们每一位代祷者、奉献者，我们一起经历。所以这样的话，我如何回应？如何明白呢？刚刚牧师讲那么快，那么简单吗？我如何明白呢？第一个，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那么多的条文，我怎么熟悉圣经？耶稣就把它说成一条了，对不对？因此，你如何明白，如何回应呢？就在你的实践中间常常想，我这样做、这样说是爱上帝吗？先不要管合不合上帝的心意。我说这句话、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爱上帝吗？是为了爱人吗？因为耶稣说，所有的律法、所有的这些典章、规律合起来就只剩这一条了：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而且要爱你的邻居像自己一样。所以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情，就想我这样是爱上帝吗？我这样是爱人吗？第二个，哥林多前书6章12节，很熟的金句，预备来，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都不受它辖制。每一件事情要想一想，这对我真的有益处吗？然后我这样信耶稣得自由了，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自己想做，还是我被那件事情辖制住了？这个是我们在看到上帝的心意、旨意要回应的时候，好像我们到底是要面对电脑的时间多一点，还是要陪孩子、陪妈妈的时间多一点？这是有时候我们在生命中间、在生活中间，你的实践会去回应到生命给我们的一些原则，从圣经来的原则。前一阵子有许多弟兄姐妹看到一个小故事，
有一对夫妻，年轻的夫妻带着他们5岁的孩子要租房子，因为到了一个新的城市要租房子。可是呢，很多房子房东都说，我们不租给有孩子的家庭。这我们可以了解，尤其孩子3岁5岁房子租给你，哇，那很怕有损害。他们看到了一个房子很满意，空间也很好，但是那个房东一看到，哎呦，有个5岁的孩子，这一个家庭有个5岁的孩子，他就说对不起，我们没办法租你。所以这对夫妻跟孩子只好就离开了。走了几步路，孩子突然跑回来，又敲门，那房东开门了。孩子跟房东讲了2句话以后，孩子回过头跟爸爸妈妈讲：“哎，爸爸妈妈，他们要租我们的。”爸爸妈妈吓一跳，本来很满意的房子，房租也不高，怎么刚刚说不要有个孩子，现在为什么要租我们？赶快就回来了。问儿子说：“啊，那你到底跟人家讲什么？”那个5岁的孩子说：“我跟房东讲，我要租房子，我没有儿子，但是爸爸妈妈要跟我住。我没有儿子，我没有孩子，所以你不用担心我的孩子会打。但是我爸爸妈妈跟我住可以吗？”我看到这个，你说笑话吧，生活情境可能有类似的。我倒觉得孩子的机灵是一回事，但是我是看到这个房东，他有上帝的话在他里面。否则的话，如果用台湾人如果你是那个房东，你会怎么样？你搞他真笑我给你抬了一点了，对不？一个5岁的小孩子跟你讲这种话，你会把他当真吗？不过这个房东，我相信有圣灵在他里面，让他不只有幽默感，让他有仁慈的心，让他有宽广的心胸。而且一个5岁的小孩会讲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用担心他在我的房子里面会怎么样搞破坏了，大概吧，对不对？这个房东，我看到这个房东，我突然就非常感动。他知道如何从上帝的话语里面让自己得自由，而不是被有小孩的家庭，我不租他，被他辖制了。你有很多原则吗？你有很多坚持吗？你以为那是真理吗？没有，你可能要再明白上帝的旨意，你才不会真的被他辖制，你才会得自由，才会跟上帝的旨意更接近。所以你首先要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想想我这样做是爱上帝吗？就好像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要想一想，我这样做是爱我的太太吗？跟一个美眉去吃饭，我要想到我要怎么吃饭，我这样做会是爱我的师母吗？对不对？你如果做每件事情都想到我这样做是不是爱上帝，是爱人吗？你做的事情说的话可能会不同。你每一件事情做的时候，是上帝要让他使我得益处吗？让我信了耶稣得自由吗？还是被那些我以为对的事情辖制了呢？第三，我做这个事情不只是自己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什么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林前8章1节，来，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罗马书15章，我们个人务必要让邻人喜悦，使他得益处，得造就。因为当你自己得自由、得益处的时候，相对的，你也会让人得造就。所以，凡事都可行。对自己有没有益处？有没有造就别人？有没有让别人被建立起来？最后，我们就会学习，那我如何实践呢？彼得他告诉我们，直接就有一个榜样来，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我们才会得到平静安稳的力量。就跟随他，这是回应明白上帝旨意最好的方法。学习耶稣基督的方式来荣耀天父上帝，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他赐给我们的，借着我们有生之年，为了要荣耀上帝，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第2段经文，它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应许跟保证。因为这样的道理我们听了很多，但是我们在生活实践上还是觉得有限跟软弱。可是今天我们所读的
罗马书8章告诉我们，圣灵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常常用无法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包括在这个时候，他也为我祷告，也为大家祷告。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领受他给我们的感动，这样我们才可以跟上帝的旨意更近。为什么？因为最后27节这么说，预备来，那鉴察人心的，知道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你祷告，替你祈求，也替我祷告，替我祈求。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更明白上帝的旨意，更行在他的心意中，更享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所以这个礼拜希望我们能够想一想，面对上帝的旨意刚刚说的功课中间，我如何去寻求，如何明白遵行，如何来顺服。第二，在生命的旅程中间，曾经经历过上帝的旨意所带给你的救赎、益处或自由吗？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造就？讲那么快，希望一件事情，如果你下午可以参加一点的爱家的加拉太，不能的话，你至少把周报里面的奖章带回去，把里面的经文都看过一次。那不是我能够讲什么的。我们求为你祷告的圣灵，为我祷告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上帝的话语，而且借着这个话语给我们的不是骄傲，是更多的爱心，以便于我们领受上帝的丰盛，别人也因我们得到造就，得到祝福。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我们的父，我们就可以放心坚定的来信靠，来依赖你。谢谢你让你的心意清楚向我们展现，虽然我们软弱，仍然能够借着圣灵带领我们，更感应到领受到主你要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亲爱的天父，求你像当初给约瑟的指示，今天也清楚给我们，把一切要做的事情指示给我们吧。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有请大家从位置上站立，我们用《如鹰展翅上腾》这首歌来回应我们的上帝。上腾，
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请坐。接下来我们要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预备心来奉献。如果你是新朋友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邀请您可以先不用奉献，奉献后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牵引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牵引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牵引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也决定
感谢天父上帝用各种方式向我们显明你的爱与心意，求主让我们能够学习主耶稣基督，跟随耶稣的脚踪，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更遵行你的心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今天礼拜到此，诗歌结束后即可散会。愿神祝福各位平安。你爱是我苏醒，从心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全心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保守咱的脚步来到主的圣殿，咱要做伙来敬拜伊。请咱掀开咱座位前的圣诗，咱要来练2首的诗歌。第一首圣诗36首，上帝的恩惠慈悲，上帝的恩惠慈悲。圣诗36首，咱做伙来念3段的歌词，显着咱做伙来读。第一节，请上帝的恩惠慈悲，极权无对比，仰望关山岭四边，白色满片是，透早黑门山花开，日头发光辉。这山关大，人心酸吼，主恩更加悬。第二节，上帝的恩惠慈悲，极深无对比，海权水体的沙片，大影跋伫遐，黄昏加里海岸，日光也未散。这海水深，水上阴，主恩更较深。第三节，上帝的恩惠慈悲，极看无对比，一望无际的沙漠，遥远的风波，凄清阿拉伯旷野，月光在照射。这风波虽然真大，主恩搁较快，咱来吟一解3节。第一节来，上帝的恩惠慈悲，极宽无对比，仰望关山岭四边，白色满片是。透早黑门山花开，日头发光辉。这山关大人心酸，主恩搁较悬。第二节，上帝的恩惠慈悲，极深无对比，海见水体的山片。大影搬伫遐，黄昏加里海花，日光要要散。这海水深水上兴，主恩搁较深。第三节，上帝的恩惠慈悲，极看无对比，一望无际的沙漠，遥远的风波，凄清阿拉伯旷野，月光在照射。这风波虽然真大，主恩搁咱第一节搁来吟一解。第一节来，上帝的恩惠慈悲，极宽无对比，仰望关山岭四边，白色满片是。透早黑门花开，日头发光辉。这山关大人心酸，主恩搁较悬。第二首圣诗568首，568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OK， 好，给的资料有错，来，马上改。好，568哈，568。好，我得到的资讯是568哈，这个351是错的，568才是对的。感谢主。568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
现着咱来吟2节的歌词。第1节，请我有保护者伫身边，虽然看袂见，永无离。用听拯救人来赎回，全能的天父主上帝，伊肯我就得大恩惠，恩典要降落那露水，拯救的城墙得包围，保守主所听正经类。好，第2节，上主欢喜听我祈祷。做我大牧者甲保护，一切我靠主来排比。每日将万事交托你，主做我日头甲灯牌，每时就无黑暗无挂碍。光阴真快过，那射箭，只有催逼我那群你。第1节来吟。第1节，我有保护者伫身边，虽然看袂见，永无离，应听拯救人来赎回，全能的天父主上帝，伊肯我就得大恩惠，恩典要降落那露水，拯救的城墙得包围，保守主所听。第2节，上主欢喜听我祈祷，做我大牧者甲保护，一切我靠主来排比，每日将万事交托你，主做我日头甲灯牌，每时就无暗无怪，光阴真快过，那写真只有催逼我那本你。这话来吟阿门。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准备心，咱即时要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奏乐。
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在伫你欢喜快乐。至关啊，我要学乐你的名，请咱同心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36首，上帝恩惠慈悲，兄弟姊妹请起立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至尊、至权的上帝，听阮世间人的天父，你的恩惠、慈悲、极权、极深、极阔，我们要感谢你极大的听。上主，你的创造实在真好，你的所做实在奇妙。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你的名是应该学乐的。感谢天父上帝，互阮众兄弟姊妹伫你圣的主日、三甲主日伫你的圣殿，我们要谦卑伫你的面前，要用真实的心神来敬拜你。全能的上帝，你是阮活命的主宰，是阮的倚靠，是阮的气力，也是阮伫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万权能的主，你是公义的，你决断无掠有罪的做无罪。你也是伫阮暗中替阮伸冤的上帝。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你的主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恩典的天父，感谢你找你的独生囝，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救赎阮。伊受刑罚、受逼迫、付出代价，伊伫十字架顶流出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甲上帝有更好的关系。主耶稣，你对世人中国活，赢过死亡的关系，你是得胜的君王。你带互阮有永远活的愿望，恳求圣神即时临在阮的中间，帮助阮安静伫你的面前，求你进入阮内心极深的所在，用你的真光来照阮。阮知你是圣的，你来看透阮的心思意念。主啊，阮的所行所做，若无合你旨意的，求你来赦免阮，互阮有认罪悔改的机会。
求你帮助阮，甲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互阮会通手清洁心清气，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受你的怜悯，得你的恩典，做及时的帮助。怜悯人的主啊，兄弟姊妹当中有失去亲人的，求你来安慰因，互因无过头悲伤。求主你来怜悯陪伴因，身体病痛住院治疗的，求你来医治，互因早日恢复健康。心神忧伤的，求你来扶持，坚固因的心，想使因有对你下来的快乐甲愿望。主耶稣，你有讲，既若着磨打重的，就就近你，你要互阮安息。求主帮助阮兄弟姊妹，会通三听三扶持，互阮伫教会中团契小组的内面，常常讲出造就安慰劝勉的话，互阮伫基督的内面成做一体。感谢上帝保守教育馆新建的工程，拢照计划安排进行施工。求主帮助教育馆工程的施工所造成对厝边的无方便，会当降到上低。愿主祝福建筑委员甲施工人员所付出的一切，兄弟姊妹也同心合意，关心大道奉献。愿教育馆将来要诚侪福音的出口，社区的服务，甲一个聚会好场所。求主甲郭牧师三甲同在。想使伊智慧传讲对主你来的教示甲勉励，感动阮每一个人，帮助阮领受你的心意，尊谈搁去行，互阮会通来荣耀上帝，利益伫人。阮也要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来献互主，求主你来感纳。这时，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咱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伊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咱犹原徛地，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蛇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所以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启应文30篇，诗篇121，请咱来启应。启应文30，诗篇121。我举头看山，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迷，上主是你的保护者。这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所以，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
创世纪41章25节，台语汉字本45页，和修本59页。创世纪41章25节，约瑟甲法老讲，法老的梦就是一个上帝所要行的事，有指示法老。另外一处的经文是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人书8章24节到27节。伫台语汉字本178页，和修本236页。罗马人书8章24节到27节，因为咱得救是对噩梦，若是已经看见的噩梦，毋是噩梦，因为所看见的，什么人在噩梦伊？独咱若噩梦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忍听候，佮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弱、软正，因为咱毋知影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感谢人的心的，也知圣神的意思，因为伊照上帝意思来替圣徒求。感谢上帝将伊的话赏赐予咱。接着。赞美，请本堂圣歌队，圣神，请来甲我同。
至诚的神踮伫我，互我学耶稣来活。平安疼痛充满我，互我温柔若钱仔。伊要教我的路，赦免我歪错。我犹原充满信心，圣神的神踮伫我，愿圣神踮伫咱的心内，成做咱的引带。感谢圣歌队所献的诗歌。正道，请柯牧师。题目是上帝已经指示。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所定的时间，咱三甲自集来敬拜伊。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每一年8月的第3礼拜，咱行着这叫做教会甲社会的一个主日。意思是讲，咱教会无可能也袂当踮伫这个社会中间的变动中间来离开。基督徒毋是咱洗礼了后就要等咧上天堂，啊无你要等偌久，对无？咱的信仰，咱领受的救恩、领受的恩典，毋是讲等我洗礼了后，啊我就要等上天堂，啊都无菜去啊！1年、2年、3年、50年、80年，到底要创啥？其实这要经历上帝，互咱踮咧这个世间要紧恩典的功课。所以除了个人。你生命去经验着变化，嘛伫群体中间，咱互相去敲吹，到底上帝爱咱做阵做甚物？亲像咱树林教会，就毋是干那咱遮尔侪兄弟姊妹，咱领受救恩。你一个人，你着洗礼了后，犹原有真大的无满足，佮感觉欠缺。所以，当咱大家三甲斗阵的时阵，互相扶持，看到上帝意爱咱踮咧即个社区，踮咧树林，也是伫所交托咱的领域中间，咱来服侍，通过服侍，互咱看到个人生命的价值、意义甲方向。所以，咱常常讲世界所发生的代志，其实甲你我拢有关系。尤其是通过教会，咱望会当带互即个社会上帝的恩典甲心意。所以伫咱的周报中间有一个奉献地啊，这就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所定着这个时间的主日内面啊，特别有写着几项咱教会对伫这个社会所做的，无论是公益和平，也是急难的救助，也是对伫咱的国家前途、咱的环境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个别个人的教会当做有限，有一寡全面性的，就是通过这款教会甲教会的连结，甚至教派甲教派的合作，咱三甲来做。所以咱踮咧台湾，咱嘛有听过有区域性的联导会，像咱树林教会嘛有，树林地区嘛有。伫台湾嘛同款有全国这款的联导会，也是讲这款为了国家祈祷这款的一个连结。所以咱望有机会参与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关心伫即个社会中间即款的事工，尤其是过去这2个月，咱真侪去经验到讲咱的大环境，世界逐工咧发生足侪代志，也毋过这2个月大家真侪拢焦点放伫个香港的所在。无论是踮咧礼拜日的集合，也是讲踮伫机场，也是顶礼拜咱看到讲伫深圳，安尼几百架的装甲车，有人讲这是香港的代志，啊，这咱莫插遐多。有人讲这是政治的代志，啊，咱吼过好咱家己的生活吼，啊是有人讲这吼啊，世界各所在，非洲啦、南美洲啦，都一大无。甚至包括在中国遐尼大，看袂到在讲在维吾尔族遐，佫有集中营吼，即马佫有集中营，因讲叫做是职业训练所啦，所以即款的世界各所在拢有即款的混乱。但是咱知无论倒一搭，咱要求主人民特别或者执政的掌权的知影，照圣经讲，因的官兵是对上帝来啊。所以，因领受到迄个积分，伊就爱去敲吹天顶的上帝，也是整个历史中间，伊的积分到底应该爱做啥？这款的毋是干那政治事件，伊影响着经济环境，等等遮拢会造出来。
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值。咱看到太侪即款的促成啊，蝴蝶效应咧，甲咱讲，你看起来伊个不过讲一件事，一个香港才600-700万人，迄起点啊所在，全世界80亿，迄算啥？毋过蝴蝶效应咧，甲咱讲，世界所发生的代志，拢甲咱有关系。所以咱囥在祈祷中，嘛伫行动中，最近关心，互香港即个事件即马所碰到即款一个真大的功课，上帝会当开路，会当怜悯，大环境有真侪即款功课，包括伫咱台湾伫过去即2礼拜拄好是旧历7月。所以3工前，你的公司毋但有踮咧顶仔骹加拜无，香爱插无，你做基督徒遐要安怎？吼，遮物件毋是你传的，头家敢知影？你讲你基督徒你毋免来，中原普渡要安怎拜？吼，别人咧拜，咱要安怎？烟雾弥漫的时刻，吼，到底大家拜了后，鸡子甲孔雀饼干吼摕落来，拢都爱有孔雀饼干对无？吼，30年来拢有。摕着大家咧分咧食，你会当食无吼？今仔日下晡7点，爱家团契诶，圣经研读是咧读加略台。今仔日下晡第2章，今仔日迄加略台第2章就要讲到即个啊。什么款人甲什么款人会当斗阵食饭？什么款人你无咧甲做阵食饭？啥物件你会当食？什么物件你袂当食？加略台历史要阁讲一句，2个月前。伊就哪会去引用到这表示绝对有读圣经，若无蔡英文总统袂晓引用这句。电视讲出来，竟然伊讲，难道一定要成为犹太人才可以？要先做犹太人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吗？伊地价甲介入这段哦，你也知影伊头前要讲啥？后壁要讲啥？伊完全讲的是政治，是大环境，人甲人伊要治理国家的代志呢，但是。记者敢若甲摕迄段，我个怀疑这记者是毋是基督徒吼？因为你若有去注意迄段讲，难道一定要先做犹太人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吗？这句话咱知无？基督徒爱知影这句话意思啊？无一个毋是基督徒的总统踮咧大庭广众下咧讲这项，你的同事来甲你问讲，总统咧讲迄句是啥意思？你要安怎甲应？难道要先做犹太人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吗？你若唔知，下晡7点爱家团契是2楼还是3楼？2楼吼。今仔日这同款是加略派的重点，加略派培训的重点。所以咱求主帮助咱，无论这个大环境、世界变动安怎，还是讲伫咱台湾的信仰的处境安怎，上帝既然互你这个。领受到这个恩典，伊就是要爱你，国家含你清君，通好晓我踮咧这人世间的一世人，咧讲较实个吼，耍什么游戏，领受什么机会，得到什么恩典，遐尼侪苦难重担，到底是安怎咧行？所以咱感谢上帝咧，过去这个暑假中间，互咱毋通去家己新运，有福音队伫咱踮咧。阳明高中的体育馆，嘛有咱树林场的福音队，嘛有去茂林教会，伫咧高雄遐卢凯珠吼，甲因交流。咱嘛拜五都转来，去马来西亚新山的圣光堂，和因最近合作宣教队。今仔日下晡要转来，照讲即马应该伫咧要去机场的路的啊吼，因参加第1场的礼拜，共款因9点有到10点半煞往机场行，伫咧韩国韩国即个华乌瑞教会一个少年团契的一个交流。即个华乌瑞就是区啦，里，敢若明洞是区，树林区叫做树林洞啦，吼。瑞 RI 就是里，敢若像咱这里叫啥瓦乌瑞，就是因迄个所在吼。少年团去，下面应该下晡就会到位。遮个我特别是过去这礼拜，瓦乌瑞这个城较亲像中立啦，还是平镇安尼，真朴素。毋过开始有从化区造出来，所以大楼会造出来。咱有少年团去带人到，因就是带这款，有一个带15楼，一个带32楼吼，迄是从化区。这个所在。教会
这个金老师伫过去带2届的6年的小学生的毕业旅行来带伫个民传会馆3礼拜上华文，这是因怎6年的毕业生的毕业旅行啊，8年准备要9年毕业生去欧洲拜6拄转来昨因拄转到遐，用少年团体有间碰着。这是金老师伫过去这2年，拢是伊咧策划安排所以这摆去嘛，经过伊真好的接待。因这个教会有学校，为幼稚园、小学1年、2年、3一直到8年，所以总共9班。每一班有6个、7个，有12个、15个，所以9班合起来100个。逐工早起9点上课，有的人8点半就来，9点开始斗阵就坐斗阵100个囡仔。就开始迄圣经你看伊头前迄本是圣经QT 6岁到14岁斗阵怎么一起成根呢？但是就是每天逐工安尼所以成根了祈祷，所以咱去的囡仔才变上大汉。咱的少年团去的时候，因互咱坐第一排，后壁100个是因的囡仔，所以踮尾嘛是咧拄久祈祷祈祷了成根了。所以看伊100个囡仔呢，咱踮干细阵成根了，因的囡仔倒转去上因的课。因金老师安排这礼拜，就是过去这礼拜，一个活动文化甲宣教体验名，因有18个囡仔参加，包括5年、6年、7年的，包括5年咱是少年团契，所以开始因煞，这30个囡仔就围到阵，另外一个课程啦，就是文化宣教的体验。有当时有这个圣经你嘛看会到，这主题8月16拜四叫做乐意奉献。乐意奉献，8月16应该是拜5咧这就是2天前。因安尼逐工真严谨呐，真这个韩国教会准备真认真，非常的严谨安尼互因去灵修去想，然后有最近的课了，还有小组的讨论我嘛毋知因到底听有听无。韩国人讲韩语，咱讲华语，因若捌无2句踮遐嘛是爱小组讨论，嘛是爱互动安尼这是咱的囡仔，甲因遐3个学习。除了上课以外，还有一寡手作，这就是咧运动衫顶头画迄落。个咱嘛就准备咱献诗拜3暗的祈祷会，因为祈祷会因讲人无多因为拜长草会用坐1000人，祈祷会差不多200外人来尔我讲200外人叫难尔阮20个兄弟姊妹较拍拼的拜5你咧创啥？绝对毋是要来听牧师讲道，无啥物好讲的，你就是安心甲这个时间拨互上帝嘛。因200咱就爱献诗，咱伫迄天拜3因的祈祷会踮迄个所在献诗，咱嘛有一寡准备训练。这是因的副牧，因的牧师总共有8个团队，有5个，还佫有实习的团队总共20几个。但是因一旦出来，拢都爱穿西比咯。虽然拢是囡仔，毋过因甲咱斗阵。逐工中昼踮咧学校最近食饭，倒边这是饭，正边迄是汤，差不多逐工拢倒野菜这倒野菜。遐拢会有看到迄落年糕，左上角QQ 迄款的年糕右上角的泡菜就安尼差不多中昼换一个安尼。因真冒险真冒险带这30个少年人出去按因这个城市水源市，虽然是坐捷运、坐火车坐到首尔去40公里差不多中立来到台北带因踮咧车内，咱的少年会带因耍扑克牌。因讲哇，离开教会，因为踮咧因的教会较保守，嘛是长老教会，基督徒无用咧耍牌咱踮咧车内，咱带，我想讲嘛要安怎甲因主任牧师交代交赛拜三，又话甲迄落，咱阁有少年咧去买酒讲爸爸妈妈叫伊买，哇，加在牧师娘我讲迄我买，迄我买，因为伊无用咧啉酒，毋是无用咧啉酒啦。来甲参加来聚会，讲啥？迄落所以牧师你讲，嘿，我买我讲你买遐济要创啊？无啦，2罐安尼伫坐火车中间，这是金老师，过来后壁这个是刘老师因后来这届同款要来民团上课咱若去个所有人去韩国拢知影这是啥物所在，带因去清溪遐
去遐行，去街啊，去路行啊，传去餐厅食饭去经验，迄就敢若按中立来台北啦。啊，你带台北，你要带去倒食饭，安尼吼。啊，当然伊有一寡较特别即款的餐点，一寡景点吼，这是中间的一项。无论是去茂林，还是去马来西亚，是去新运，还是咱踮咧树林教会遮，真要紧的。就是亲像以弗所书3章18、19节，咱最近来读白话哩吼，来，这画甲隆重的圣徒晓悟迄个长、宽、悬、深，也知基督的疼，就是半价伫人所未知的疼，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也就是讲，拄啊，咱体会到，上帝互我来到这个世间，毋是互我有一天我领受洗礼，我得救啊，准备要上天堂。上天堂无遐困难，困难是踮咧等啊，对无？要等个当时，困难是咧等的这段，毋是要等。上帝要甲伊一切的丰富，充满在我们里面，迄款的丰富的画面。主耶稣讲一句话：我来是要互羊得到活命，佫是啥？丰丰富富的活命。我来是要让羊得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这个用语伫基督教信仰中间真特别，要互咱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来用中文来讲，为了让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互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内在的心灵、外在的生命、外在的日常生活，拢充满上帝的丰富，迄个交庇的充满来充满，交庇的充满来充满。啊，要安怎？是爱通过耶稣基督。啊，这毋是个人的代志。第一句话讲安怎？甲所有的圣徒同齐隆重的圣徒最近来晓悟，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的听。遐尔啊长、宽、悬、深，真奇妙。这基督教信仰要讲的，你踮咧你的人世间行一逝，不管你过去安怎走，这个时阵拢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定睛来到这个天公伯啊，这个上帝讲，你的丰富是啥？你的充满是啥物？毋通，互我袂定定感觉空虚，感觉欠一项。你有这款的无满足无？逐摆若人咧讲到台湾到底有几族有几族啊？原住民有几族啊？9族、12族、13族。后来说最多那族就叫做不满族啊。阿美族人没有多少卢凯族人没有多少，最多的人叫那族叫不满族啊。什么才会当互咱得到满足？上帝的丰盛，上帝的丰盛。所以咱为什么教会遐尼侪活动事工？唔通互迄个活动事工，甲你绑死，互你忝到要死。有当时啊，同工斗阵讲，哎哟，我们好累哦。我心内是安尼想啦那好累就要安息年，敢若像教会要教授好好的教授，6年7年了就要有1年安息年，教册教足忝的。有当时我嘛想讲，你踮台顶讲道，你敢袂忝安尼你敢毋免休一换别人来讲啊？休1年啊，休半年啊，要安怎？那真正忝，咱就要伫上帝内面得到安息。迄个安息才会当互你得到丰盛，这是上帝的心意。约瑟经验过这款真特别上帝的心意，所以咱所有参与服侍的人，无论伫什么款的场，这个服侍的人，不管少年堂就去遐甲人互动，甲人胜负扑克牌，领受人的敬虔。我毋知影遮恁的囡仔食到遮大汉啦，逐工早起9点到9点50，踮咧遐看圣经，跪咧遐祈祷。韩国的教会帮助咱的囡仔，虽然才是几工而已，但是学习这个功课。因遮的人拢要先去经历着上帝的大权能，上帝真的有能力，上帝的能力，因拢去亲近上帝的心意。这服侍的人嘛要去行这抓，跟他像冒险，好像探险一样，寻找上帝的旨意。你到底是要甲我讲啥？要叫我做什么？所以咱的生命这抓是真活泼、真趣味一款的冒险。这款的冒险在圣经中间同大就是约瑟，
对伊的记载也上多，创世纪50章超过1/4的篇幅咧写约瑟这个人，所以你爱好好去知影约瑟。咱今仔敢若读一章安尼啊，你若好好看到约瑟，你会发现讲，哎哟，我就即款的啊，对无？我遐尼啊欢喜，遐尼啊有理想的人，面茫佫看到啥，甲人讲，我去互阮去互抢，对无？讲出来，甲我的感动共讲，被酸言酸语，啊兄直接就甲呛啦。伊有当时做好事，煞去互人掠，为着爸爸妈妈，爸爸交代讲去看你遐，啊兄出去过洋遐久啊无伫啊，啊无你去甲看一下，结果竟然去互卖掉，差一点仔刣死。替人解梦、解世梦，哦哟，互人升官。结果甲我袂记会去，互我佫加坐加落坐几年，到我过几年了，发落才做梦，转去看创世纪，对37章到50章，38章跳过去，总共13章在讲这个人。这个人故事就是你的故事啊！你敢无真侪时阵感觉怀才不遇？你敢无真侪时阵讲我所建立起来好的 SOP、好的制度，一源头就去互人踢掉？结果，迄个时间若到的时阵，你会发现原来上帝已经指示。所以当法老即个埃及的国王、总统做梦，做个梦惊到要死，毋知要安怎的时阵，伊讲到即句话，伊讲哦，上帝已经指示你啊，即两个梦是同一个梦。即个做梦的人，即个咧冒险的人，约瑟，其实咧讲到咱的一生，是去甲总管去做总管，结果。总管波提乏的太太要甲引诱，伊去碰到迄款的，是感觉替人解梦，互人一个得到自由，知影伊头前的路站。伫即款的中间，因为创世纪37章到50章，敢若要讲一项，耶和华上帝甲伊同在，所以伊因为即个关系，愈来愈看出上帝的心意、上帝指示，这是约瑟的经历，其实嘛是咱要去经验的。那安尼，到底上帝指示啥？圣经互咱生命的原则，甲生活行动的一个帮助。咱真侪时阵会要问讲啊，到底要食啥会较好，要啉啥会较好？这若讲吼，啉拿铁还是啉迄个 espresso 吼，这毋免祈祷，看你家己爱啉啥。这咱拢知影，我想无人为着要啉倒一款咖啡咧祈祷。但是若水查某囡仔遐侪，动啊较好，到底要交陪倒一个？我想足侪人都认真祈祷啊，吼，因为代志太大条啊，迄甲啉一个咖啡无共，吼，所以好，尤其是烟头有成就的人，啊，甲我录的，我期待偏无录，三暗牧师娘甲我讲要安怎甲回，伊讲，哎呀，我讲出来歹势，伊讲有一项人迄边去韩国的啦，一个童工，啊，甲伊。当因就去迄个路，啊，甲伊分享足侪，知影牧师娘。啊，你讲吼，我喜欢的好多的女孩子吼，交往了好多女孩子都一个一个结婚了。啊，你听有出即句话无？哎呀，你参加遐侪婚礼，新郎无一个是我啦，吼！啊，伊就叫甲牧师娘吼，甲阮太太甲牧师，因为伊会晓讲华文哦，即个韩国人。因爸爸嘛宣教师，因爸爸所以嘛会晓讲话，讲我交陪遐尼侪，女性遐尼侪查某囝拢遐好，啊一个一个结婚，韩国到即摆25到28结婚的不止啊，韩国不止啊侪吼，计30岁，一个一个结婚，啊结果新郎毋是我，要找牧师娘甲伊分享甲伊祈祷，即款代志咱就会祈祷，因为迄毋是啉咖啡，到底是要啉Starbucks还是要啉小七，毋是即款。咱会感觉生命中间，敢若有一寡领域，我要超找上帝旨意；敢若有一寡代志毋免，我家己决定就好。所以咱对基督教信仰的圣经，我真紧甲你看过。你若要，你转去甲周报的所有经文甲看过哈。原则上，咱看上帝的旨意，天公伯啊。为什么咱讲天理是啥？咱若照天理行，上帝就照价值来互世界运作。那安尼，即个天理，天顶的上帝对世间人的心意，第一个旨意，咱叫做定着的旨意。和合本是翻译做定旨，和修本该翻译做确定的旨意。
OK， 你若有背这段经文吼，就是啥？照着上帝的定旨，比较浓缩啦，确定的旨意。咱即马翻译叫做迄红色吼，确定的旨意。上帝对世间人有一个定定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不会改变，这早就被万变，这是伊的旨意。OK， 这个部分咱无什么款怀疑，所以咱再坐伫遮，再来听福音，再领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领受洗礼，这就这个款。但是上帝旨意，佫有一个部分伫圣经真清楚走出来，就亲像《申命记》26章30节讲：耶和华你的上帝今仔日所吩咐你遮的律例典章，在律例，在命令、诫命，你就要尽心尽性来去遵守，就是安尼。所以诗篇在讲，主啊，求你教示我来遵探你的旨意。你是我的上帝，你至善的灵引带我行伫平坦的路顶头。原住民有一句话安尼讲河流知道回家的路。人有圣神的引带，咱应该知影，上帝甲咱备办这个律法、这个条例，就敢若亲像咱生命中间的规矩共款。好像河流它会有它回家的路，咱嘛共款。所以这个圣经写足多，什么通做，什么唔通做，真侪咱看有，咱到底有没有把它当一回事？伊叫做上帝命令的旨意，所以有人甲翻译做令旨。拄啊，第一个是叫做上帝已经确定的，叫定旨，确定的旨意叫定旨。这个是上帝所命令咱的，有人甲称作令旨，有无哈？咱看历史的。第三个部分，上帝定定的旨意，上帝嘛甲你交代啊，叫我偏偏无甲你信道，好，伊就互你试看卖，伊的旨意就允许你了，任凭你了。互你试看卖，同有名就是出来记记，摩西甲法老中间的对话。迄个对话，通过摩西已经甲法老讲要安尼啊，但是伊心硬啊，共款袂。有当时咱嘛是共款，会心硬，这就会造成一寡后果出来。这甲上帝旨意有关系哦，所以就永稳你，出在你。台语讲出在你，讲出来出在你的时阵，代志就大条啊。做事大人的人甲囡仔讲在你去啊啦。哇，表示代志大条啊，对不对？好，这就是上帝旨意中间真清楚的旨。第四项，不过人虽然一摆搁一摆软弱，上帝又备办救赎、挽回、恩典的旨意。有人讲叫做恩典的旨意、恩赐。好，所以对我来讲，约瑟的故事在创世纪总共13章，你如果看了。原来上落尾就是创世纪50章20节迄段，咱会晓背。好，真侪人会晓背。情理的意思是歹，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是要互伊的百姓得着救，成就今仔日的事。上，咱人有当看拢是一部分看歹，所以咱会晓背，就是罗马书8章2、8节。我定定讲你会晓背，意思讲你等于爱背啦，因为这背了对你有利益。当你若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足侪时阵你的心就开阔。会看到上帝互你的路。伊讲万行事三甲来，拢是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这是伊大圣已经备办的。所以，咱会当看到上帝恩典的旨意，这是咱咧讲上帝旨意。上帝旨意，足侪人咧问牧师啊，上帝旨意是啥物？咱今仔简直来看到。你今仔日碰到代志，你要问的时候，你就看，我这应该是属于多一个部分啊？要洗礼无爱洗礼？没有讨论的余地，你家己决定。上帝已经备办变啊，就算你无要洗礼，你无要领受，这是定着的恩典的旨意，对不？第一项类似这款，咱会当来看上帝旨意原来是安尼。那安尼，我要安怎去回应？安怎明白？安怎来实践？同款有几项甲咱小可来分享。第一项，我常常想到就讲，我安尼做是听上帝吗？我安尼讲是听人吗？就讲要做一项代志，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先做这项事。今仔日要甲这个姊妹去食饭，我先想讲，我安尼去做，是听我的太太、我的牧师娘吗？若是，我就敢甲伊去食饭。我安尼做是听上帝吗？若是，我就敢，我才会用做。是听上帝吗？是听人吗？
主耶稣甲所有改变，有人讲圣经较大本遐尼济啊，牧师啊，我都过袂来，头袂煞，头袂煞耶稣讲无就即句就好。所以你伫日常生活中间，要安怎明白，要安怎回应？你敢想，我讲即个话，做即项代是听上帝吗？是听人吗？第二，即项事是毋是对我有利益？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批信，咱读下骹吼，来，凡事我拢通，但是无一件有利益；凡事我拢通，但是无一项我要互伊管。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也是我们常背的金句，都可行，不要受它辖制。是要较侪时间伫电视 monitor 遐，还是较侪时间甲我的囝、甲我的妈妈斗阵？要较侪哦，莫去互控制。真侪时阵，咱的生命中间，咱感觉咱得到利益。毋过，有当时你家己所坚持的、家己定着的，掠做是有意义的代志，有当时煞变做你的束缚，辖制了你。咱常常嘛听讲啊，我个性就这样啊，我要安怎？被他辖制了。前2个月，咱嘛有看到一个故事无？一对翁仔某带一个5岁囡仔要租厝，你会记得无？哈？啊，结果就最厝吼，拢买下我们租给家庭，可是不租给有小孩子的家庭。为什么？3岁5岁囡仔当外看。我今仔日早起看到一个阿公带一个孙来做礼拜。以前看这个孙拢是娃娃车，今仔日看伊爱牵手来，要2岁啊！我看啊，真感动啊，真心酸。有影？咱咧带细囝的家庭大呢，但是吼，若到3岁、4岁、5岁，哇，当活泼咯。所以吼，有一寡厝外做有囡仔的家庭。所以因这对夫妇因为要来搬来遮，啊，所以找足侪间的，拢无拄好，看到一间足介意的，房租嘛属合理。厝主讲讲啊，这个我无租互囡仔的厝的家庭。因只好安尼，真失望离开，行无几步，囡仔忽然间走转来，佫弄门，厝头家开门，囡仔甲头家讲2句话，翻头甲爸爸妈妈转来，伊要做咱啊！哎呦，这个老爸老母像我这5岁囡仔，你去人讲啥？紧赶紧转来，厝头家讲我做恁，哇！这对翁仔某欢喜啊，就问因囝讲，啊，你是共讲啥？这个囡仔吼，讲我就甲。阿伯讲装笑诶，对无？袂你安尼想诶？5岁人讲你要做厝，讲你无囝，啊讲爸爸妈妈要甲你大，咱可能笑者。咱你若2个月前看，或者你可能笑得过，还是你感觉讲这个囡仔很机灵。毋过伫这个故事顶头，我看到这个房东这厝头家，伊毋若敢若有幽默感。我看到伊，如果这个故事，我相信这个故事毋是伫实况中间，但是有一寡类似的情形。这个厝头家，你会当看出来，伊有无共款的心性，甲对上帝遐来的慈悲仁爱。那一个5岁囡仔会当讲这番话，我也免烦恼讲伊踮咧我迄间厝内边安怎走状啊啦。我要租厝，我无囝，我无囡仔，但是我的爸爸妈妈要甲我大，会用的无？伫即个厝头家的 SOP 定的规矩，无讲爸爸妈妈袂用做恁大吼，啊伊佫无囡仔，佫照我的规矩，照我定的游戏规则吼。但是即个厝头家，伊是一个自由的人，伊厝主人看家己要安怎得到利益，但是伊佫有一个较开阔，什么开阔？毋若干那家己得到利益，伫自由的中间会当正做别人的帮衬甲造就。咱常常咧读即句《哥林多前书》10章23、24对无？拄我是讲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意思讲有利益的代志拢通行，但是爱造就人啊！拄我即个厝头家做迄个决定，正做别人的祝福，造就别人。安尼啊，是毋是？所以《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1节讲哦，知识互人骄傲，听心才当造就人。当然啊。毋若敢若地面上的知识，连属灵的知识，圣经读愈多，有当时互咱愈知影多。牧师，你讲这吼，我早就听过啊。这吼，敢若迄个我看录影带吼，Good TV 出迄个大卫包森秀，我听伊讲过，比你讲得较好。有当时啊吼，属灵的知识嘛共款。我毋是讲你，我讲我若做礼拜前听伊讲吼，
我问，这个可能是巴克莱翻译来，啊，这是罗俊义牧师的观念。这个敢若是陈忠道牧师的观点，必须互人骄傲，敢若听心会当造就人。当咱要明白上帝旨意，要顺探上帝旨意的时候，要甲伊的心意相拄，要用更较多的听心去回应，毋是用你所在。当然你爱追求、爱知、爱去敲找伊的旨意，但是遐爱互你诚说一个会当实践听。像罗马人书15章第20节里讲，到上落尾，若要明白、要回应上帝旨意，看耶稣安怎做，咱就甲伊安尼来行。我拄第一场刷的时候，才发现讲，可能安尼讲袂清楚，后礼拜可能爱讲这第二部分吼。所以，当咱咧做咧行的时候，都爱看我安尼是毋是照耶稣的脚步行，是毋是会当应跟上帝？因为是安怎讲？哥林多前书6章20节，大意安尼读来，因为是用价钱买的，所以就伫恁的身躯上帝。伊咧讲的身躯，就是咧讲到这人世间的日子，毋是干那讲这身躯，这身躯要哪应跟上帝，对不？臭皮囊一个而已，什么荣耀上帝？伊咧讲就讲这个身躯，这个性命伫世间的日子，要应跟上帝。吼，因为是安怎是价钱重价，敢咱像员外安尼摕重价去甲咱买回来，耶稣基督甲咱赎回啦。所以求主帮助咱。尤其是咱今仔罗尾所读的这段经文吼，这段经文因为咱拄啊大意读的啊，所以咱看遮，咱存一个愿望，因为这个愿望，所以咱就耐心来敲吹听候上帝更较清楚，互我的感动。但是靠家己感动，咱会偏差去。感谢主，伊咧讲到圣神会引带咱祈祷，只要咱把迄个门拍开，免甲关掉。你若甲关掉，圣神用，这是讲，咱若看迄个大意的圣经真特别咯。伊讲圣神吼，伊用未讲出的吐气啊。伫个第26节后壁迄句话吼，27个镜头，圣神是用未讲出、讲袂出甲未讲出的吼，无共款咯。这爱去问较资深的吼，你讲袂出是一款，未讲出是一款吼。所以华文的翻译是说。无法言喻，没办法表达的迄款的吐气，替咱祈祷。所以咱求主帮助，这圣神继续引带咱，为咱祈祷，互咱会当知影上帝旨意。为什么？因为圣神是照上帝旨意替我祈祷。所以咱有圣神带咱祈祷的时候，咱就会甲上帝旨意愈斗阵，你就会翻头来甲。以弗所书3章18节、19节所可以讲的，上帝丰富会充满伫你的中间，你就袂成做台湾最大族的一个啊！不管你是哪一族的，你就不会成为那个最大族的一个。你会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踮咧7礼拜中间，咱求主帮助咱，面对我生命遮尔侪功课。我要安怎来敲吹、明白、尊叹、顺服上帝旨意？另外一方面，你捌经历过无？什么时阵因为知影上帝旨意，哇！你得到救赎，得到自由，得到讨白，甚至诚做别人的祝福，会当分享，哈，诚做别人的造就、祝福安尼，这会当互咱更较坚定，知影我这个时阵跑走的方向是伫上帝心意。这个方向无毋对，求圣神继续引带我，继续为我祈祷。所以咱踮这个世间有真侪代志踮咧发生，但是有一项咱知影，通过圣神，佫叫做保惠师，对无？保护咱，伊的恩惠甲咱伫地。圣诗568首，咱来看，我有保护者伫身边。这首的诗歌要互咱知影。虽然看袂到伊，但是伊无离开咱。咱做阵来吟圣诗568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我有保护者伫身边。
一摆，咱第一再搁第一届。心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你用你极奇妙的恩典，成做阮的城墙来保护阮。你用你奇妙的救赎，放伫阮生命的方向顶头，知影你对阮极大的疼。恳求主，你继续引带，互阮会当经历圣神的保护，保惠师时刻甲阮同在。阮会当听到你的祈祷，通互阮的心会当甲天父上帝的心意搁较搭合。阮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时，请咱来吟演做偌济。大家起立。
请坐。请咱三甲来念今仔日的金句，请咱看周报的第一页，我来读一遍，大家来读两遍。罗马人书8章27节，监察人的心的，也知圣神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圣徒求。三甲来，罗马人书8章27节，监察人的心的。也知圣神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圣徒求。罗马人书8章27节，监察人的心的，也知圣神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圣徒求。愿上帝话刻在咱的心内。这时来欢迎咱今仔日来的新的朋友吼。张君祥是柯老师、柯金木老师的朋友哈，欢迎你来到咱的中间，请坐。李君南，云南，欢迎你来到咱的中间，做敬拜上帝。还有一位叫做陈宏仁，要离咱这中间无差不多啊，而且这个无吼，毋知还佫有无介绍到的无吼？好，咱这是来关心咱的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今仔日下晡1点，爱甲团契伫幼心2楼举行圣经讲座。顶礼拜主日，少年团契选出新的会长、副会长，会伫9月1号先级礼拜中就任。8月12到18号，韩国文化宣教体验营，总共有18位同工前往。今仔日会转来台北。感谢士林国中伫主日早起提供停车位，予本会参加礼拜服侍兄弟。因为学校要保留部分的车位自行使用，所以请前往停车的兄弟一定要遵守敬畏的指挥。拜三查经班定伫8月28号开课，欢迎兄弟参加。2019甲京剧有约进入第3季，邀请兄弟踊跃参与。8月19到24号，电影文团都休困。宣教事工部9月7号要甲杨恩老师做伙游淡水，找找马家的脚热，欢迎兄弟报名参加。男子汉成长班伫8月28号到30号要到宜兰举行野溪露营，名额有限，请要报名的人甲信维团队联络。教育馆的景观工程甲内部设备装潢的零线单放伫招待道，欢迎兄弟零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的进度，请带导甲奉献。陈良成兄弟伫8月15号安享主怀，享寿86岁，定伫8月31号举行告别礼拜。今仔日下晡5点，伫礼拜堂举行安慰家庭礼拜，愿上帝安慰家属。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还有一点的补充报告吼，8月31。拜六10点离二滨举行陈宏胜老师的告别礼拜，然后要参加的，请伫迄招待道遐登记吼。公道的时间请无事。就让咱拄下所看这事工，甲包括伫周报中间所写的，咱嘛将咱家己个人、咱的家庭伊所关心的事摆列伫上帝面前，
咱请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同齐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搁一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恳求主圣神，你伫阮兄弟姊妹的中间。主啊，欢迎你来，恳求你帮助阮，阮会当学习着主你所欢喜的。你听以外，阮搁我需要有新的感动。恳求主圣神的感动，你家己的囝儿每一位，互每一位会当伫你所享受的内面，一直主你家己的真实的天。主啊，恳求你帮助阮，怜悯伫阮中间。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天父，你用各种的方法来显明你的疼甲你的心意。就亲像阮常常关心家己，但是你搁较关心的是阮伫关系中间的见证。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学习耶稣基督的温柔谦逊，嘛互阮会当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时刻，甲你相同行。互阮通行伫你的心意顶头，你的神也要成做阮极大的帮助。你的慈爱怜悯要降落伫阮每一个人甲阮的家庭中间，互阮毋但干那个人享受主的恩典，伫阮生命关系中间的人，嘛要因为阮得到祝福，得到造就。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三甲来吟上言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牧师继续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合之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默祷闭会。礼拜三，请互相请安。